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倒口正写，台语安尼写，倒口正写。两朝热讽，台语讲倒口正写。你讲话敢袂当好好啊讲，敢一定爱安尼倒口正写，实在互人听着真凄惨。啊，迄是恁翁呢？你安尼甲倒口正写，敢好？倒口正写，嘛会当敢若讲两字口写。伊人真臭样，讲话拢带口写，莫怪无啥朋友。选举前，伊出一本册，推荐10个议员候选人，结果选了才一个当选，其他9位总倒。互口写讲，这是一本死亡之册。倒口正写的倒甲正，华语的左边左手边，台语安尼写，倒边倒手边，右边右手边，正边正手边。你讲的迄间店，是伫这条路的倒一边，正边也则是倒边。啊，华语的右手，台语正手；华语的左手，台语倒手。一般咱写字食饭，拢惯是用正手，若用倒手食，就讲是左撇子倒手拐啊。啊，不管是倒手拐啊，或者是正手拐啊，拢无要紧。安怎惯是安怎好，自在就好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倒口正写，实在真趣味。